各位同學，大家好。今日我要介紹嘅係西漢嘅董仲舒。董仲舒係廣川人，即係今日嘅河北省景縣，係西漢時代嘅官員同埋學者，被視為漢代第一大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促進漢代以至後世儒學嘅興盛同埋主流化。董仲舒出生嘅時候係漢景帝嘅時期，亦即係文景之治嘅後期。當時崇尚王老無為之說，意思即係減少對百姓生活上嘅過度干預，讓百姓有自主權，減少刑罰賦稅，亦都平定咗吳楚七國之亂，發展生產，亦都開始削減諸侯嘅封地。而景帝亦都勤奮治理國家。而喺期間，百姓富裕，豐衣足食，安居樂業，一派盛世嘅景象。到漢武帝即位初期，適逢國家已經休養生息70年，商業貿易達臻鼎盛。後來實施中央集權，採納咗董仲舒嘅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改革制度，對外征戰匈奴，促進與西域嘅交流，亦都推動經濟及農業嘅發展，國勢富強，一片漢武盛世嘅景象。其實董仲舒喺漢武帝時期已經受名為春秋博士，頗受士人嘅尊崇，而且有編撰著述，亦都負責保管文獻檔案、培養人才等職務，亦都喺度傳授佢嘅學問。但係由於當時朝廷政策以王老無為學説為本，董仲舒未獲重用，只好喺長安開班授徒。據說佢專心學術，3年間不看自己嘅庭院日眼。及至漢武帝即位後，重用儒家學生，董仲舒以60多歲之身赴京對策，深得皇上嘅賞識，獲委任為江都國相。初期侍奉武帝嘅兄長翼王劉飛，以仁義之道輔助呢一個傲慢好勇嘅翼王，記述春秋災異之變，施行求雨降雨等儀式。公元前139年，太皇竇太后干預朝政，尊崇道家，逼漢武帝重用嘅儒生自盡，亦都罷免咗董仲舒。公元前135年，竇太后逝世，同年漢武帝再次舉辦賢良戰策，董仲舒被薦舉賢良，呈上賢良對策，寫出咗《天人三策》。當時董仲舒回應咗皇帝嘅3次策問，佢回答咗天人嘅關係，講解咗如何鞏固政治嘅根本道理，仲係治國正術同埋天人感應，而亦都講解儒學嘅仁義同埋禮義之道，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佢後來被委任為中大夫，亦即係作為皇帝嘅顧問，奉命向漢武帝嘅寵臣吳優壽王傳授春秋。漢武帝建元6年，兩座紀念漢高祖劉邦嘅建築物先後發生咗火災。董仲舒根據自己嘅天人感應同埋義災論，準備向朝廷上書，指出災害為上天向皇帝嘅示警，而佢嘅政敵中大夫主父偃擅自偷取咗佢嘅草稿，率先上書漢武帝。因為呢一個嘅災異論而招致咗董仲舒嘅一場牢獄之災，不過後來亦都得到漢武帝嘅赦免，恢復返中大夫之位。而喺上半年佢再任職江都相，但係後來亦都因為呢一個嘅公孫弘嫉妒佢，而
控告佢，令到佢被流放轉任膠西王國相。但係膠西王呢，呢個嘅劉端呢，性情係兇惡暴戾。董仲舒在職期間雖然得到尊重，但係仲係擔心自己因為獲罪，而決定喺公元前125年以病請辭，回到長安，潛心研究同埋著述。董仲舒雖然退隱，但係朝廷每逢有大問題，都會派使者徵求佢嘅意見。漢武帝亦都命令太子跟隨董仲舒學習《春秋公羊傳》，直至公元前114年元鼎3年，董仲舒去世。董仲舒敢於批評世風流俗以及朝廷政策，為人率直誠實，不慕其利。其門徒以百計，如吳優壽王、儲大、殷宗、呂布書、邢公等。董仲舒嘅天人三策，又稱賢良對策，係董仲舒向漢武帝呈上3篇嘅考試答卷，向漢武帝3次策問嘅回答皆與天人關係有關嘅分別係：一個係鞏固政治嘅根本道理，一個係治國正術，一個係天人感應。3篇合稱為天人三策，而當中嘅天就係指天道。董仲舒嘅天人感應學說係將儒家變成咗一套帶有宗教色彩嘅政治理論，將種種嘅天象同人嘅意志聯繫埋一齊。佢將天人格化，認為天能夠支配一切嘅最高主宰，係百神之大君，而君主就係天嘅代表，受命於天。所以董仲舒認為上天展現咗祥瑞嘅話，係喺度表彰緊帝王。所以皇帝喺度行王道、施行善政嘅時候，就會風調雨順、四季分明。相反，當天子背離王道、施行惡政嘅時候，個天就會以地震、洪水呢一啲嘅災害示警。災異就變成咗一個譴責之意，亦即係我哋後來俗稱嘅天譴。當施政過失，其實就會變成咗災異發生嘅根本原因。所以如果當皇帝不體恤百姓、不勤於政事嘅時候，災害就會由上天向皇帝示警。呢一個亦都影響咗後世好多嘅朝代嘅君主，點解會喺佢做一啲事情嘅時候會製造一啲祥瑞呢？就係希望話俾百姓聽，呢個係上天許可佢哋唔做嘅。咁倒翻轉頭，當民變發生嘅時候，嗰啲人民亦都會做翻一啲兇兆，就話呢係證明呢一個皇帝做得唔好。咁呢一啲嘅行動都係來自呢一個董仲舒嘅天人感應之說。董仲舒主張設立太學，益絕百家，明教化，以儒家嘅老師教化天下庶民，亦都推崇孔子嘅儒家思想，亦都強調翻和諧社會同思想大一統嘅諗法，亦都提倡尊王攘夷，尊敬皇室，排除夷狄。范仲淹促使呢一個漢代儒學官學化，建議將儒家定於一尊，斥退儒家以外嘅百家。呢個主張獲得漢武帝嘅採納，令到儒學變成咗國教化，亦都成為咗新嘅統治思想，結束咗漢武帝初期嘅無為而治。而儒家嘅經典亦都成為咗官學主要嘅內容，奠定佢國教嘅地位，成為咗以後約2000年皇帝制度嘅基本政策。獨尊儒學、益絕百家嘅情況一直維持到1905年。董仲舒被視為漢代第一大儒，當時嘅儒家思想代表同領袖，而漢代儒學亦都由佢作為一個創立者。漢武帝經過董仲舒嘅墓嘅時候，佢都要特地下馬步行，以表示敬意。三國時候，董仲舒被公認為品德高尚而備受尊崇。
東晉陶淵明感嘆董仲舒雖有才能，卻在仕途上始終不能夠得志。北宋神宗稱讚董仲舒為古代少有既有學識又有寫作天分嘅君子。南宋朱熹同埋王振皆讚賞董仲舒係淳儒及漢唐諸儒中最為出色嘅一個。喺元明清三代，董仲舒都甚受尊崇。從1330年起，董仲舒可與其他儒家先賢一起配享孔廟。1466年，明朝追封董仲舒為廣川伯。康有為尊稱董仲舒係最偉大嘅儒家學者。胡適認為佢係漢代儒家思想最具代表性嘅人物。梁啟超就批評董仲舒促使漢武帝禁止儒學以外嘅諸家之學，妨礙中國學術思想嘅發展，導致學術沉滯。新文化運動開始以後，呢種批評尤為流行。山東大學高等研究教授孟祥才認為，董仲舒嘅政治思想對現代社會治理提供咗有益嘅啟示。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朱成認為，董仲舒公共性思想係儒家公共性思想脈絡中嘅重要關節，對於深入了解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傳統起住標誌性嘅作用。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周桂田認為，將董仲舒與孔子、朱熹並列為中國歷史上對社會影響最大嘅三大思想家。孔子影響係無與倫比嘅，朱熹嘅四書雜著係科舉考試嘅必讀書，而董仲舒承前啟後，亦都起咗關鍵嘅作用。董仲舒歷仕漢武帝時期，無論係身居朝廷博士，或是任地方諸侯相，或是隱居著書立說，始終秉持儒家正統，建言獻策，傾盡才智，篤行文化傳承。佢時時刻刻以天下蒼生和儒家道統為念，呢種熾熱嘅文化使命感係一種深厚嘅歷史責任感。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係佢嘅政治理念嘅高度凝練，亦都體現咗以儒學治天下嘅宏闊格局。董仲舒能夠針對西漢初期嘅現實，喺舉賢良對策中提出罷黜百家、尊崇儒術嘅治國方略，將儒家經典提升為國家意識形態。這種以文化為己任、力推思想統一嘅政治遠見，正是一種儒學復興嘅時代精神。佢透過天人感應、春秋大義，建構理論體系，喺春秋繁露中提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嘅道德準則，為後世留下國家將興必有正，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嘅政治箴言。其更化改制嘅思想更成為源頭嘅改革。